尊敬嘅各位大德、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哋繼續嚟學習朱子治家格言，請睇第20條。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呢一句係講到如果我哋對人刻薄，靠刻薄待人嚟發家嘅，按照道理嚟講係唔可能長久享用我哋嘅家財，亦即係話呢種家業係好快就會衰落嘅。呢個係講到天道好還嘅因果道理。天嘅道係仁愛，我哋如果能夠好似天一樣咁樣仁愛待人，咁先有久享家業嘅道理。如果我哋對人刻薄不能夠念他人嘅恩德，不能夠報答人哋對我哋嘅幫助，咁樣即使係就發起身，亦都係好快會衰落去。如果常常能夠念人嘅恩德想住要報答他人，厚道待人，所謂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有咁樣仁厚嘅心天對佢嘅報答一定會好厚重。我哋睇到歷史上有個故事，就係講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呢一個道理嘅。喺唐朝武則天嘅時代，因為武則天係歷史上唯一一個女王，所以佢嘅疑心特別重，對人特別嘅防範。如果人哋對佢有絲毫反對，佢就會去鎮壓。所以當時佢任用咗一批酷吏，專門係鎮壓嗰啲反對佢嘅人。其中有2個酷吏係最為狠毒嘅，一個叫做周興，一個叫做來俊臣。咁周興一開始為武則天服務就用嗰啲非常殘酷非常之不近人道嘅方法嚟折磨嗰啲被害人，用慘無人道嘅刑法殺害咗好多正直嘅文武百官同埋平民百姓。當時邊個聽到周興呢個名都毛骨棟篤氣毛管棟篤氣知道佢呢個人既奸狡又殘酷。咁所謂惡人自有惡人磨。有一日
有一個人咧就寫咗封密信俾武則天，告發啦周興啊同人哋謀反。咁啊，武則天啊非常之憤怒啦，於是咧就責令啊來俊臣嚟嚴查呢個事情。咁來俊臣咧就好清楚周興呢個人唔容易對付，啊，非常之狡猾嘅。如果查唔出嚟，啊，上面武則天會責怪落嚟咧，啊，咁都擔待唔起。咁佢就諗應該用乜嘢妙計啊，使到周興啊能夠認罪。於是咧，佢就請咗周興啊嚟食飯，啊擺咗一圍好好嘅酒席。咁啊喺屋企，兩個人咧一邊飲酒啊食飯，一邊傾偈。咁啊就走過三巡，來俊臣就話啦：哎呀，兄弟我咧平日辦案啊，常常都遇到有啲人啊死都唔肯認罪，就唔知道老兄你有咩辦法咧？咁啊，周興好得意啊！佢唔知道來俊臣啊對住佢嚟，啊佢就話呢個咪好好辦咯，啊你咧只要啊搵一個大甕啊，好似個大嘅嗰啲壇一樣啊，你就喺四周圍咧攞啲炭火啊，把佢烤到好熱啊，烤到好興，然後逼住個犯人啊入到嗰個甕裏邊啊，咁樣仲怕咩犯人唔肯招供咧？啊，來俊臣連連點頭，哇！呢個主意太好啦！啊，於是就命人啊抬嚟一個大甕啊，就四圍點起猛火，哇，燒到好熱。然後咧對周興講話：依家宮裏邊有人密告你謀反，上邊呢命我嚟嚴查此事。啊，對唔住啦，老兄，請你自己捐入個甕裏邊啦。啊，呢個叫請君入甕啊。結果呢個時候周興啊嚇到咧面色蒼白，啊個酒杯都跌埋落地下，啊跪落嚟拼命哀求，啊就承認話我有罪，我有罪，啊我招供。啊，所以我哋睇到周興啊刻薄成家，當然不可能久享。暫時嘅富貴一下子就冇晒，反而落得個身敗名裂嘅下場。嗱，最後當然係死罪啦。咁至於來俊臣，佢係比周興更加心狠手辣嘅人，佢所用嘅刑法比周興啊更加殘酷，真係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係真係惡人自有惡人磨。後尾又有一個酷吏啊，叫做吉項，佢比來俊臣呢更加老謀深算啊，而且膽略非凡啊！佢後尾得到咗武則天嘅信任，於是亦都係彈劾來俊臣，於是來俊臣又被定為死罪。因為來俊臣啊造惡多端啊，所以到斬首嗰日，整個洛陽城啊，全部百姓傾城而出，都嚟睇熱鬧啊！等到來俊臣人頭一落地啊，啲百姓就蜂擁而上，把來俊臣嘅屍體挖眼嘅挖眼，剝皮嘅剝皮啊，最後連五臟六腑都掏清光。冇幾耐啊，來俊臣嘅屍體就俾人哋刮光食光。
所以啊，因果報應啊，真正了解呢個道理，點可能唔生畏懼心呢？點可以用刻薄殘酷嘅手段去待人？即使自己啊能夠發家，亦都係下場啊非常之慘酷㗎。如果我哋能夠用厚道待人，咁按照道理嚟講啊，必定能夠久享家業啊。《了凡四訓》裏邊記載咗咁樣一個故事，講明朝楊榮係一位非常之有名嘅大官。佢當咗呢個三公所謂少傅、少司、太師，呢個係位置嚟講係最尊貴嘅。佢係太子嘅老師。咁呢位楊少司，佢係建寧人，佢嘅祖父咧係以製稻為生嘅，即係一個船夫。有一日，佢嘅家鄉落大雨，水漲沖毀咗民居，好多人都浸死咗。咁好多啲船夫咧，趁住呢個時期就去撈取嗰啲財物，就唯獨是係楊榮、楊少司嘅曾祖父同埋祖父，只係救人，對嗰啲漂喺水上嘅貨物一啲都冇攞到。鄉村嗰啲人咧都笑佢話：哎呀，你真係好蠢嘅，有得攞都唔攞，有得執都唔執。但係咧，結果後尾呢個少司嘅父親出世咗之後，佢哋嘅家族慢慢就富裕起來啦。有一個神人化咗個道人嚟話俾佢哋屋企聽，話你嘅祖父有陰功陰德好大，你嘅子孫一定能夠貴顯嘅。你將你嘅祖父安葬喺某一個地方，風水寶地，將來必定會發達。咁嗰個寶地就係有名嘅白兔墳。後尾楊少司出世，就楊榮，弱冠就登第。弱冠即係未到20歲，佢就考上咗進士。進士係古時候最高嘅學位啦。做咗三公輔助當時明成祖建立咗奇功。因此皇上加封佢嘅曾祖、祖父同埋父親同佢一樣嘅官爵。佢嘅子孫都係貴姓賢能，就可見得為人仁厚，特別在急難之中只想到救人，而冇一啲貪財嘅觀念呢個家業自然就會有天嚟俾佢報償。好，我哋再睇下邊第21句：倫常乖舛，立見消亡。乖舛嘅意思就係違背，即係違背倫常嘅人，立即就能夠見到佢會被消滅嘅。咩叫倫常咧？倫係關係嘅意思，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係叫做倫
一般嚟講五倫啊，所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呢個叫做五倫關係。呢五倫關係啊，係每個人都必須要面對嘅。古人、今人、中國人、外國人都離唔開呢五倫關係，所以佢叫做常道啊，因此叫做倫常啊。喺呢個五倫關係當中，我哋要盡到自己嘅義務啊。譬如講對父母，我哋要孝敬；對兒女要慈愛；對君即係領導要忠；對下屬要仁。所謂父慈子孝啊，君仁臣忠，夫義婦聽，聽聽順聽話順從相夫教子嘅意思。兄友弟恭，長惠有信，呢個就係喺五倫當中要盡到自己嘅本分。所謂敦倫盡分，咁樣先能夠使到人與人之間嘅關係非常之和諧。喺《左傳》裏邊講話，人氣上則夭輕如果人把倫常都廢棄咗啦，違背佢，唔肯照住倫常嘅道理去做，咁妖魔鬼怪就興起嚟咯。妖一興我人就要消亡，社會一定會大亂。我哋睇到南北朝有一個國家嘅皇帝係北魏。北魏嘅開國皇帝咧係魏武帝叫做拓跋圭。佢呢個人好本事，16歲就稱王啦，26歲咧就建立佢個帝國嘅帝業，成為咗當時中國北方最強大嘅政權但係呢個人咧後尾咧變得喜好酒色，而且剛愎自用，性格越來越多疑殘暴常常親手將人毒打致死。譬如講佢乘車嘅時候，佢會攞住個寶劍無端白事就從後邊把嗰個駕車嘅人就打死打死一個又換一個，一日甚至會打死幾十人嘅呢個人嘅性格就越來越變態因為佢越殺人，佢就越害怕人哋會謀害佢，佢就越加嘅呢個心裏邊多疑甚至後尾將自己所寵愛嘅貴妃劉貴人都刺死咗，而且佢經常都變換自己嘅寢室連佢最親密嘅親信都唔知佢晚黑瞓喺邊度所以佢驚到咁樣只有咩咧？佢最寵愛嘅一個妃子萬氏先知道佢晚黑住喺邊度。而真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一個人佢殘酷古怪、倫常乖舛必定咧就有佢意想不到嘅嗰啲變化會出現。呢個萬氏
佢最寵愛嘅妃子，最信任嘅妃子，偏偏又同佢嘅二仔啊呢個拓跋紹啊私通咗啊，呢個就叫做亂倫啦。咁佢嘅呢個二仔咧，比佢更加生性兇殘啊！咁有一日晚黑，呢個二仔同呢個萬氏啊，竟然間串通一起啊，內應外合啊，將佢呢個父親啊就刺死咗。所以呢個魏武帝啊，拓跋圭死嘅時候只有39歲啊，正應咗前面嗰句話講啊，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咁佢呢個殺佢父親嘅仔咧啊，做咗呢件傷天害理嘅事情，結果引起魏武帝嘅長子嘅痛恨，於是率領大臣一齊咧將呢個兒子拓跋紹殺死咗。呢個就係倫常乖損立見消亡。所以呢個大仔把呢個二仔殺死咗之後咧，自己就稱帝。所以從呢啲故事我哋睇到呢啲故事喺歷史上多到不得了。凡係殺父弑君嘅嗰啲人，都係好快就會消亡。真係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咁呢句話不單止要教導我哋明了因果，不能做呢啲傷天害鄰之利仲要提醒我哋從心上要修和敬之心。所謂東穆倫常，使到人與人之間嘅關係都能夠和和睦睦。呢個係生養天地之間嘅和氣人點解會倫常乖舛嘅，違背倫常做人呢？歸根到底都係為一個利字得到是一啲自己嘅小利，竟然呢去違背倫常。但係佢唔明白違背倫常查實係失咗大利。古人講人冇倫外之人，學無倫外之學我哋做人冇可能離開五倫關係做人。人係社會動物，一定係同人與人之間嘅呢個關係網之中生存。如果我哋違背倫常，自私自利而損害他人呢，即使係自絕自己於倫常之外。所以天一定把佢收得好快。所以能夠敦睦倫常我哋先得到大利。好，我哋再睇第22句，兄弟叔侄，須分多潤寡。呢個講兄弟叔侄之間應該互相幫助，富有嘅應該去資助嗰啲貧窮嘅。咁呢個係喺家庭當中利和同君大家互利
互愛互相幫助。家庭之中，大家能夠平等，自然就能夠和睦。如果有不平，和睦就好難。咁我哋睇到明朝啊，有兄弟兩人，弟弟叫做趙延霄，兄長咧叫做趙延文。咁呢個弟弟咧係非常之厚道啊。咁呢個兄長咧就有啲嗰啲浪蕩公子嘅習氣啊。咁後尾佢哋嘅父親離開之後，兄弟咧因為生活嘅方式唔同本來咧佢哋係一齊生活咗12年嘅，但係呢個兄長因為游手好閒佢就覺得咧弟弟有時會阻住佢，所以咧就要求分家結果弟弟就冇辦法啦，只有同意兄長分家。分咗之後都唔到5年，佢嘅呢個兄長嘅家產就已經蕩盡呢個時候弟弟咧就擺咗酒席請佢哥哥嚟一齊傾偈喺呢個酒席上面就同佢哥哥講話，為弟咧其實一開始就冇話想分家嘅意思，只不過因為兄長你咧執意要分家，所以咧先勉強同意。其實我只不過係為你守住一半嘅家業將來希望將來兄長能夠把我呢一半嘅家業繼續繼承落去只不過係咁樣嘅心，到依家都冇話想分家嘅心所以希望兄長咧把我呢一份嘅家業都仲係收翻去繼續主持我哋嘅家政。講完之後就把嗰個分家嘅契約攞出嚟，當住佢兄長嘅面就燒咗啦，而且把嗰個家產倉庫嗰啲鎖匙通通歸還俾佢嘅兄長。呢個時候佢嘅呢個兄長就非常之慚愧覺得非常對唔住自己嘅弟弟，於是從今以後就痛改前非好好咁做人，兄弟又住埋一齊重新好似過去一樣和睦。到咗第2年，呢個弟弟趙延霄佢同埋佢嘅仔竟然一同都考上咗進士。我哋睇到呢度非常之讚嘆因為兄弟之間對待財產嘅問題多數都係咧你爭我奪唔肯讓步竟然我哋睇到趙家呢個兄弟能夠咁樣互相去呢個成就弟弟能夠咁樣將財產無私奉送俾自己嘅兄長，十分難能可貴所以能夠咁樣去敦睦倫常、和睦兄弟，一定得到天嘅護佑
啊，所以天對佢嘅報償啊，一定就厚啦。啊，咁從心上嚟睇，兄弟之間點可以能夠彼此分你我呢？本來都係同出一個父母，既然同出一個父母，就係同體啊！所以古人將兄弟姐妹啊比喻成手足啊，手足係一個身體上嘅手足啊，係一體嘅啊。因此點能夠為咗一啲財利而互相去爭奪或者係到咗父母年老啦應當兄弟之間同時擔當起孝養父母嘅責任嘅時候，兄弟之間竟然有互相推諉等到瓜分財產嘅時候又互相競爭，呢個都係大錯特錯。我哋睇到元朝時代喺黃州呢個地方發生咗腰賊作亂嘅呢個情形咁當時呢個地方咧有一個人叫做張翼，同佢嘅侄仔張傳仁為咗避亂逃到山裏邊，但係諗唔到咧呢個張傳仁即係呢個侄仔，竟然後尾俾腰賊捉住咗。呢個腰賊，呢啲腰賊要殺呢個張傳仁，咁張翼咧就揾到呢個腰賊同佢講話：我嘅哥哥只有一個兒子我唔可以叫我哥哥冇咗後代咁你哋要殺，唔好殺我個侄仔佢年紀仲係細我情願代我嘅侄仔去死請你哋一定唔好殺佢，你殺我啦講完之後，抱住自己嘅侄仔就嚎啕大哭起來。結果呢啲腰賊都俾張翼嘅呢個仁厚之心感動咗非常之敬重佢嘅義氣終於咧把佢哋叔侄兩人都釋放咗從呢度睇到其實古人講得啱道亦有道點解連嗰啲殺人不眨眼嘅腰賊都能夠俾張翼叔侄感動呢？呢個就係說明人之初性本善喺呢個危急關頭，張翼嘅呢種真情流露，願意代自己嘅侄仔去死，使到自己嘅兄長留後，呢種深情厚誼，當然能夠感動人嘅良心。所以其實我哋想改變社會嘅唔安定嘅呢啲因素，唔係喺度憂慮社會冇善良嘅人，應該憂慮自己能唔能夠好似張翼一樣能夠喺急難當中捨身為人，自己果然有呢一種
人口之心，就唔需要擔心呢個社會不能夠安定。連賊人都能夠感化，更何況話一般人呢？好，我哋再睇第23條，長有內外而辭嚴法肅。長有內外係講家庭裏邊長輩晚輩內親外親，一個家族裏邊應該點呢？言辭要嚴肅要莊重，家規家法要嚴明家庭不能夠冇規矩所謂冇規矩就不成方圓。想到要家風能夠嚴謹，必定有嚴肅嘅家規清朝嘅曾國藩先生，佢係對自己家庭嘅規矩要求得非常之嚴厲。雖然自己係高官所謂拜上封侯呢個佢自己嘅4個弟弟都受到朝廷嘅加官封侯，所以整個家族都非常之富貴。但係曾國藩先生呢，並不以此為驕傲，而反而更加謙虛謹慎因為佢知道人一有驕慢之心就係破家嘅開始，所以佢告誡子孫一定要咩呢？半耕半讀，勤儉持家，嚟繼承祖先嘅優良傳統。啲子弟都要求親自參加勞動親自打草、執柴執糞、拆禾、鋤地、收割等等呢啲農事嘅勞動半耕半讀唔准許佢哋仗勢欺人，唔准許佢哋吩咐奴婢嚟代佢哋去勞動，咁樣嚟鍛煉佢哋勤勞謙敬嘅呢啲作風。佢曾經講過話居家4敗4種方面可以睇出一個家庭會衰敗。第一係婦女奢淫者敗第二子弟嬌怠者敗，第三兄弟不和者敗，第四母師萬客者敗一家能勤能敬，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一生能勤能敬，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從呢啲說話，我哋就睇出曾國藩所要求嘅家風嘅呢種樣子。佢講到如果商家能夠勤儉持家嘅，可以延續3、4代；如果能夠耕讀全家嘅，能夠呢個讀書所謂書香之家，能夠
謹樸者，謹係嚴謹，樸係樸素，可以傳個5、6代。咁孝友之家，以孝悌為家風嘅，可以傳10代、8代。所以家庭之中點可能唔用呢啲道德去引導，用嚴厲嘅家規嚟規範。咁曾國藩本人，佢亦都係做到咁樣嚴謹持身。佢雖然自己位高權重，在位20年為清朝立下好多戰功但係佢死嘅時候只留俾自己兒孫2萬兩銀。除咗鄉間嘅一間老屋未曾喺外邊建築過一個房子，買過1畝田地。青年做得好好。佢曾經對自己嘅下屬宣誓，絕不取軍中一錢寄翻屋企裏邊。咁樣數十年如一日呢啲風格同三國時代嘅諸葛亮係一樣噶啦。好，我哋再睇24句。聽婦言，乖骨肉，喜事丈夫。呢個係講一家之長做丈夫嘅，如果只聽信婦人嘅挑撥呢個婦言係唔係好嘅語言。講嗰啲是是非非、挑撥嘅語言而傷害咗骨肉之間嘅感情，咁樣點可以配做一個大丈夫呢？骨肉包括父母兄弟相比妻子嚟講，父母兄弟為重因為當我哋呱呱墜地嘅時候，屎尿未分嘅時候，係邊個湊大我哋嘅呢？當時我哋呢啲妻子喺邊度呢？如果唔係父母辛辛苦苦養大我哋點會有今日呢？點可能話娶妻啦，竟然把第一恩寵如山嘅父母忘記咗呢？但係呢件事確實好難一般人一結婚娶妻啦，往往係咩呢？就會聽信妻子嘅呢啲說話，而違背父母嘅教訓。因為妻子嘅說話比較好聽比較柔順容易聽入耳而父母嘅教訓呢，好忠直所以所謂忠言逆耳所以往往會做出聽婦言乖骨肉嘅事情而當呢個丈夫不能夠對父母盡孝嘅時候，
喺呢個家庭當中，不正之風啊，就漸漸啊生起啦，孝悌之風漸漸就下降。呢個家庭所出嚟嘅兒女，將來亦是不孝啊！咁到咗老嘅時候，我哋先悔恨自己啊！當初點解唔為自己嘅兒女做個好樣子？嗰時已經係悔之晚矣啊！古人話：兒女侍奉父母啊，應當盡心竭力。如果會敷衍了事，唔能夠由衷咁樣去承敬啊，所謂陽奉陰違，已經罪不容赦啊！如果因為寵愛妻妾，背逆父母，咁呢一種人係罪加一等啊！所以我哋應該從心地裏邊建立孝悌嘅正氣啊！所謂朱子講嘅存天理，滅人欲，呢個先係真丈夫啊！喺感應篇惠篇裏邊就記載咗一個咁樣嘅故事啊，話喺文安縣啊有個居民娶咗一個好靚嘅妻子，但係呢個妻子咧對自己嘅婆婆唔孝啊，經常就講婆婆嘅壞話。咁呢個做丈夫嘅咧，有一日佢就唔講說話啊，攞咗一把利刀俾佢嘅太太睇啊。太太話：你攞嚟做咩用啊？先生就講啦：你成日都講我哋個媽唔好啊，咁不如我哋一同咧攞住把刀去殺咗佢。咁呢個太太話：咁好啊，我同你一齊去。然後呢個先生話：咁樣啦，依家殺佢咧，就驚人哋會講唔好聽嘅說話，話我哋不孝你就咁樣，你依家盡心竭力咁樣去侍奉佢，侍奉1個月要四圍鄰舍都知道你對你嘅婆婆係好好嘅只係你婆婆喺度虐待你咁嗰時候我哋先落手咁大家都唔講說話。於是呢個妻子就滿口答應咁從嗰日開始咧，就對佢嘅婆婆就非常之耐心，由聲下氣真係呢個做到弟子規陳則省分則定呢個照顧服侍佢嘅婆婆，服侍得非常好過咗1個月，呢個丈夫又繼續喺燈下喺度呢個玩弄佢把刀問佢嘅太太話：我哋婆婆依家對你點樣嗰個妻子話：哎呀，好似婆婆對我好咗好多就呢個同以前大不相同啦。咁又過咗1個月，呢個丈夫又攞住呢把刀喺燈下問佢嘅太太話：差唔多2個月咯依家你覺得係咪需要落手啦？呢個太太就話：哎呀，唔好啦，其實婆婆對我依家就非常之好啦，根本同以前一個天一個地啦我哋唔好做呢啲傷天害理嘅事啦。呢個時候咧，嗰個丈夫把面色一沉對佢怒斥鬧佢嘅太太話：你有冇見到世上先生殺
老婆嘅？有冇？佢話有。但係你有冇見到啊仔殺母嘅咧？啊，佢話呢個冇睇到。然後佢個先生講話：人生以孝養為大，父母之身之恩殺生難報。我哋娶妻都係為咗更好咁樣去服侍自己嘅父母能夠延續我哋嘅宗室我睇你對我嘅媽媽一啲都唔孝順2個月之前竟然你想要同我一齊去行大逆之道一齊想殺害母親。本來我呢把刀係為咗斬你個頭噶但係先俾你2個月嘅時間，睇你能唔能夠回頭你依家能夠回頭我至放過你結果呢個太太咧聽到心驚肉跳跪落嚟求饒發誓話將來以後我對我婆婆再都唔會再都唔敢不孝咁從此以後果然婆媳關係就非常之和睦呢個成為咗當地一種美談成為咗個典範咁我哋睇到呢個做先生嘅人非常之有智慧，用善巧嘅方法嚟調教佢嘅太太回歸到孝悌上來古人講天下無不是嘅父母亦即係話父母冇唔啱呢個話係咩意思咧？係我哋眼中唔可以睇父母唔啱嘅地方，即使父母有過錯，我哋應該用一種良善嘅心，用慈孝嘅心幫助父母去轉化，用我哋嘅德行嚟感化父母又點可以因為父母嘅過錯而自己發脾氣，或者聽咗太太嘅一啲唔三唔四嘅是非嘅言論，對父母就視同路人，甚至視同仇人呢？咁即使不受到人嘅懲處天都會懲處佢好，我哋再繼續睇下邊一句，第25句。重資財薄父母，不成人志。呢度係講只睇重錢財資就係錢財嘅意思而薄待自己嘅父母呢個就唔係作為人子嘅道理啦，亦即係不配為人子啦。大學當中講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一個人應該以德為本，嗰啲財富只係枝末咋。咁既然德為人嘅根本，咁乜嘢係德嘅根本呢？孝經講俾我哋聽孝為德之本也。所以孝順父母係做人嘅根本嘅根本點可以為咗財富呢啲枝末而把根本忘記咗呢？而我哋睇到世間人
往往係咩咧？冇財富嘅時候，就一路喺度向父母伸手要財富。父母唔俾嘅時候，反而會怨恨父母。自己如果財富好充足嘅時候，又忘記咗父母。當父母自己不能夠自理生活嘅時候，要靠我哋嘅時候，我哋又唔肯供養父母。當兄弟幾個人要負起撫養呢個孝養父母嘅責任嘅時候，又互相推諉。嗰個年少嘅話，年長嘅應該多啲奉養父母。因為咧呢個係年長嘅，年長嘅又推，年幼嘅弟弟應該係多負呢個供養父母，因為弟弟受嘅父母恩最重，互相咁推咁請問我哋嘅身從邊度來？我哋呢個財又係邊個嘅財啊？我出生嘅時候冇帶一分錢財嚟既然冇財，又點能夠長大呢？如果冇父母，有財都冇用啊！咁今日得咗幾文錢財，竟然將自己父母都忘記咗，咁必係做人嘅道理咧？咁做人呢個道理冇咗啦，就變成禽獸啦。依家仲着住人嘅衫但係心已經變成咗禽獸，所以叫衣冠禽獸。